的时候呢，那个岸边呢，这个海水结晶啊，又去挖那个鹅啊，哦，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里门港都足好生活，所以讲无田无园，真看鹿里门，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。哦，所以咱新武庙含这个成功的由来太济啦，太济。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这个营盘呢，咱来到这，我今仔日较老贵，讲一煞袂遐精彩。哦。不会啊，很好，很好。讲的太和前3个梯度呢讲起来差的太多了啦，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。来，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，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，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，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，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、起水坝，啊，你讲的历史我恁听，好，我恁了解一下。可以问一下吗？那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呢？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般这个庙，南方体的建造，它说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，燕尾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讲的用，咱南方体的庙宇吼，